勤修堅持第46。佛告彌勒：諸佛如來無上之法，十力無畏，無礙無着，甚深之法，及波羅蜜等菩薩之法，非易可喻。能說法人，亦難開示。堅固深信，時亦難遭。我今如理宣說，如是廣大微妙法門，一切諸佛之所稱讚。付囑汝等，作大守護，為諸有情長夜利益，莫令眾生淪墮五趣，備受危苦。應勤修行，隨順我教，當效於佛，常念施恩，當令是法久住不滅，當堅持之，無得違失，無得違妄，增減經法，常念不絕，則得度節。我發如是，作如是，說如來所行，亦應隨行。眾修福善，求生淨剎。